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阮强你你来你搞安尼过年啊？哪有？臭油鸡，臭油鸡，臭不拉几。麻花糖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铁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站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卤半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林记者，庄先生吼，因兜到啊啦。这就是哦。对啊，坐伫树仔骹吼，摇开是迄个，就是啊啦。用上，麻烦你甲卡梅拉准备好，咱做伙过去。没就不。家长先生，麻烦你啊。好，来，恁对我来。庄先生。啊，家长，你这罕行？这两位是？报社的记者啦，讲吼要来甲你采访啦。庄先生你好，我是台中新报的林记者，这位是写信甲样上。你好，无啦，我无啥物好采访的啦。庄先生，你免歹势啦，因两个吼是专工对台中来的，想要报道吼你替人治蛇病的代志啦。是啦，庄先生。听讲西医治袂好的抓伤，互你用秘方治好势，非常神奇。报社才会派阮来甲你采访啊。哎呀，迄也无啥物啦。就一寡草药啊，全呢食几贴啊，自然就豆豆退红啊。迄汉药店拢买得到啦，毋是啥物秘方啦。庄先生，人记者小姐甲这写信甲都拢专工来啊。无你嘛会互采访一下啦哈。是啊，庄先生，阮问几个问题就好啊，别解久啦。歹势无你要问，你就问家长好啊啦。我也有代志，我来无用啊。过时我先过时哦。无喏，庄先生，庄先生，庄先生。哎呀，这个庄先生哪会安尼生？这。林记者，足歹势吼！我毋知影这庄先生哪会遮惊歹势啦。安尼，阮两个回去无法度向报社交代呢。也是，敢袂当拜托家长帮忙？家长对庄先生的代志应该真了解就对吼。我是
有了解啦，也毋过。对啊，家长，拄则蛇先生嘛是讲问你就好啊，无就请你接受采访，互阮会当完成任务，转去交差，敢好？要无好啦，恁若无去嫌吼，会使来阮兜坐一下，我才甲蛇先生的代志吼，详细讲互恁听。真多谢。努力。家长，我真好奇，为什么恁大家拢叫伊蛇先生？敢讲伊说蛇？哦，毋是啦，毋是安尼啦，人伊毋是姓蛇，要无伊姓啥？讲实在，我嘛毋知伊姓啥呢。自我捌代志吼，大家都拢叫伊蛇先生。这几落百里路内外吼，是真有名声的人哦。毋过吼，伊的职业其实是掠水鸡。哈？掠水鸡？无错，听起来互恁料想袂到，对无？虽然这是一种毋免本钱的头路，毋过吼，嘛毋是凊彩啥物人有才调做的代志呢。因为有时阵吼，嘛有生命上的危险哦。伫乌索索的暗暝，单独一个人徛伫看茫茫的野窟仔内底。就准讲是受过性教育的人，嘛会惊鬼，何况是伫迷信的教育之下大汉的人呢？但是对蛇先生来讲，伊毋惊，伊之所以会遐大胆，是因为伊有所倚靠，伊的倚靠就是火斗。蛇先生讲，火神的权威伫黑暗中是非常伟大。伫伊光明所照到的所在，妖魔鬼怪拢会自动闪避，所以只要有火斗握伫手里，任何黑暗的所在，一个人行嘛毋惊。虽然黑暗的恐怖会当用火的光明来甲排除，也毋过。阁有一项危险，对生命会造成真大的威胁。什么危险啊？就是蛇。讲到水鸡，就袂当袂记咧蛇，因为这野公、蛤仔、蛇，或者世间三不福。世间三不福？对，意思就是讲蛇的天敌。就是野公，野公又搁惊水鸡，水鸡又搁是蛇的点心，所以蛇为着要改变野公的侵袭，定会利用水鸡，互伊固伫个蛇坑。因为有这种关系，掠水鸡的人自然就会对蛇有所防备甲研究，亲像掠蛇的技巧，蛇伤的医治。拢有一种秘传，蛇先生就是安尼才来出名。原来是安尼，所以蛇先生其实是掠水鸡的专家。无毋对，咱这位蛇先生掠水鸡的方法参人无共，伊总是爱伫黑暗中，别人毋敢出门的暗暝，一个人举火斗，赶水鸡贼。炸得川，向人毋敢去的野外，靠几笑火斗火射出来的光明来趁食。过无几工，地方的报纸刊出蛇先生的新闻，甲蛇先生掠水鸡、替人治蛇伤的代志描写甲非常的神奇。乌云夹压，夜风萧萧。看茫茫的野窟仔中，三更半暝，
只有怪兽的乌影，袂输是鬼咧现形，一声两声的暗落，亲像幽灵咧吐气。这个时阵，时常看到一点明灭不定的星火，青冷冷的闪烁，互人怀疑是毋是鬼仔火。这就是蛇先生的火斗。伊跍踮火斗边啊，点点啊听迄嘎嘎叫的水鸡声。对这个声音，伊会当分辨出是公的也是母的。有时阵模仿水鸡角啊勇敢的高鸣，有时阵又搁学水鸡母求爱的吟声。城附近的水鸡小静跳入伊的竹川内底。蛇先生因为有伊特别的技巧，逐工的生活就毋免操烦啊。虽然一暝所趁的只干啊有够好野人食一两顿，不过应付伊一个口爱食清是已经有剩啊，所以伊的形象就无亲像普通掠水鸡遐尼粗俗。这是伊会当互人称呼做先生的一件要素。人之所以尊称伊蛇先生，并且会当出名，还佫有一段故事。这要讲是伊的好运，也是伊的歹运，实在无好判断。但是伊确实是对这件代志开始出名的。哎呦，救人哦！阿姐，你是安怎？我的脚脚蛇夹着啊，足痛的。互蛇夹着？喂，较紧嘞！阿姐，较互蛇夹着啊，紧甲送去诊所医生看。伫蛇先生的隔壁庄，有一个农民互蛇夹着伤，去互西医治，但是拢治袂好势。阿姐，也是你要去隔壁庄找迄个掠水鸡的试看卖咧。听讲伊的秘方真有效，因庄人见若有人互蛇夹着伤，拢去找伊呢。结果经过蛇先生的手，伊的空喙就渐渐消肿退红啊。新闻顶出来了后，蛇先生的名声对庄脚透去到市内，引起真侪人的注意。尤其是一寡伫街仔顶开诊所的医生，对这篇新闻特别注意。也若蛇先生伊个人的想法是安尼：，互蛇夹着的人啊，虽然无的确会死啊，但是痛痛总是难免啊。我的方法确实会当互伊减少一寡痛痛。我安尼做，就算毋是行善，嘛一定毋是做歹啊，一定袂互人批评的才对。谁人知影安尼做的结果，煞来犯着神圣的法律。什么？竟然有这种代志？老爷，是安怎啦？今仔日的报纸就刊讲，顶日啊，互蛇夹着伤的迄个做田人来我遮治无效，结果有人报伊去找一个叫什么蛇先生的先生，食几贴草药啊，就好势溜溜啊。有这种代志？我看卖。家长有接受访问，讲这个蛇先生医术高明。伫因这几百里路内外的人，无人毋捌伊。便若有人互蛇夹着伤，拢去找伊治疗，所以才会叫伊做蛇先生。那安尼，这个蛇先生毋就是一个汉医？报纸写讲，这个蛇先生平常时是咧掠水鸡的呢，听起来无亲像是汉医啊。什么？平常时咧掠水鸡？对啊，报纸安尼写啊。这件代志真可疑。老爷，你要去倒？我来去派出所一转。
请警察大人查一个即个蛇先生是毋是合格医生。假使若是假汉医，伊就知死。这个地蛇乡的西医去派出所一查，发现迄个蛇先生果然毋是合格汉医，无医生的资格，竟然胡乱替人治病，这是人命关天的代志。警察大人毋敢怠慢，及时行使职权，甲蛇先生请来到楼底间啊。阿姊啊，系啊啦，代志毋好啊！迄个蛇先生，互人关起来啊！哈？蛇先生互人关起来，为什么？听讲是因为无医生的牌照，替人治病，违反法律，有人报去派出所，警察大人昨暗来抓人，即阵人关伫法院的楼底间啊！安尼哪会对？我的蛇伤去街仔顶的西医遐拢治袂好，后来蛇先生遐才治好的。算起来是一个大好人，要太家当作犯人抓起来关咧。啊，打要安怎？来去找家长参详看卖。对，看家长有啥物好办法无？事实上，这个西医嘛有听讲民间有真侪地蛇乡的秘方，但是秘方总是毋肯传授予别人。经过阿姊这件代志，因更加相信秘方的存在。只不过法律袂当因为蛇先生治好蛇伤，就无甲伊治罪。既然蛇先生的犯罪已经是事实，所以互伊治好的人也不忍心无插，大家做伙参详，倾一寡钱银，四价为伊走总。人讲有钱使鬼的下无，经过家长甲阿姊也阁有蛇先生的家属多方面疏通的结果，法院同意放人。只是一旦被认为犯法，互人逮捕的人，若是无受到应该有的刑罚，都甲放出去，恐惊会受人议论。蛇先生，这法官大人的意思是讲吼。你若愿意将秘方讲出来，会当算是将功补过。安尼法官放你出来，万一若是有人攻击，才有理由通替你辩护啊！秘方，我哪有啥物秘方啦？顶届记者来访问的时，我就讲过啊，就是敢若青草啊尔啦，无别项啦。蛇先生啊，事到如今吼，你毋通阁惊啊啦！人咧讲吼，识时务为英雄，知进退为俊杰。咱遮的庄民，大家替你走总干咧大粒官、细粒官，才无简单拼到即个坎站，警察你即步就会当平安无事啊！哎哟，你嘛毋通安尼先使毋食要食去食使，到时吼，那是家己讨皮疼啦！哎呀，家长先生啊！我都甲你讲，无秘方就是秘方无，你哪会拢唔相信呢？我对天就抓啦！我讲实在的啦，我吼，假使若是有讲袂出啦，我出去吼，雷公公事啊！蛇先生啊，你，哎呦，我，哎，想袂到蛇先生伤过头老实，坚持讲无秘方。互法官大人相当的为难，就安尼受气。因本地想要借这个口实来开脱蛇先生的罪名，不过蛇先生拄到这个盲仔徛，未晓要软出去，也是合该受苦。法院最后用蛇先生白贼乱讲、无老实作为理由，必须警戒驾驶。甲蛇先生拍一顿粗巴了后，才甲放出来。只不过经过这届了后，蛇先生的名声比过去更加响亮了。蛇先生，
拜托咧，阮翁去互蛇咬着啊！拜托你甲治一下。哎，无啦，我毋是先生啦，袂当随便替人治病啦。蛇先生，好心咧，阮囝去互蛇咬着啊！拜托你甲看一下。莫啦，我遮无咧甲人治病，你紧带恁囝去互医生看着啦。名声比过去更加响亮的蛇先生，逐工总是有几个人来求伊医治。但是因为伊食过一解苦，心内阁有淡薄仔惊，起初总是提时毋敢答应，结果愈提时，人愈相信伊的秘方灵验，线愈甲甜对。蛇先生无法度，在先只好偷偷啊应付一下。合计是一时开头啊，人所讲的钓手成春，求医的人就愈来愈多，所以无时间通去卖水鸡，生活嘛比过去更加丰裕，更加快活。嘿，蛇先生，你这个所在即马愈来愈闹热呢。哦，一间间吼，拢有人来找你看病，比迄医生馆吼，更较时行呢。家长啊，你莫看我呢，我也是不管事啊，拢带咧等。哦，为怎样啊？你袂记哩啊？顶回啊，我无特白替人看病，人去检举，互大人抓去拘留间啊，哇，拍到半小时，叫我爱交出秘方。啊，我即马逐工都是提心吊胆，烦恼毋知当时要过来甲我抓去刑。袂啦，蛇先生。你即马遐尔出名，啊，佮治好遐济人的病，表示吼，你的病真正高明。听讲吼，真济医生吼，私底下拢咧探听呢。哎呀，就我甲你讲过啊，我就根本就无啥物病，恁他会拢毋相信呢。无病，无病。总讲一句啦，你即马吼是地方上。有头有面的大人物，因哦唔敢对你安怎啦，做你放心，共看病就对啊啦。其实派出所甲法院之所以无搁再找蛇先生的麻烦，是因为蛇先生偷做医生，对因并无造成什么实质的损害，无定着，也阁有好康的通分，本地就会当有看当做无看。更何况，实事若有人互伊的秘方所误，死的嘛是别人的性命，甲家己无相干。伫一个下昼，雨蒙蒙啊落。拄则食过中昼的时阵，蛇先生坐伫庄仔口的店仔头，手拿烟吹，大大漱一喙，慢慢甲烟吐出来。这烟伫伊的眼前射一大轮，看看对门斗软起哩泥钱顶。蛇先生哪想对烟神游去到天顶，伊的目睭已经刻了一大半。只敢若剩一线白人，身躯倚伫柜台，倒手摸骹头夫，正手甲烟吹换咧，嘴仔小可开开，一丝喙烂随落来挂伫喙角，烟水已经流出来喙唇外。一只盐鸡可能伤早起来，揪一支骹，头歪向骹接偏。喙尖插入去石骨下面，反白人，伫蛇先生的骹边拄久。青仔树骹摕一只水牛，半困半醒咧爿巴肚，下頦一直咧磨。有时阵又搁剩长指尖去啜伊的鼻孔，袂留咱是咧说身躯的呼神。庄内的人各有家己的工课。店仔口来无偌济人，选互蛇先生单独一个坐伫遐拄久。迄
迄是一个正恬静的下昼，雨蒙蒙啊落。熊熊一阵铃啊声，响破了恬静的空气，引起了一阵的骚动，赶走蛇先生的爱困神。蛇先生目睭擘开，看到一台日历车走入来装日，一时间面上加未少精神。毋知来迄是倒一位老主顾。停后车到了店仔口停落来，车顶的人落来，蛇先生的面上又搁随现出三分的无欢喜，因为来毋是互蛇夹着的人。毋过蛇先生有缘真好礼，赶紧徛起来，脚险险啊踏着迄只盐鸡，缩落去对迄个人担头行礼，招呼请坐。这个人是伫这个所在小看有名声的西医。店仔内是啥人患着病啊？西医坐踮椅仔顶讲：我毋是要来看病，我是专工来拜访你的，拄好伫遮相拄啦。去干？有啥物贵事咧？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啦？听讲你有秘方的抓药。是毋是会当传授互我？当然，你有啥物要求，做你讲，袂要紧。秘方我千嘴万舌，世间人总是毋相信，我哪有啥物秘方？伫遮讲话有所不便，去你的府上参详啥款的？无要紧啦，这也毋是啥物大代志啊。你是高明的人。我也老讲话你的确会相信才对啦。居伫边仔的车夫插嘴讲：是啦，蛇先生本正就甲王老啊无共款啊，是实在人啦。这时阵雨嘛停啊，车驶的日头现出温和的面容。庄林的人看到西医甲蛇先生做伙咧讲话。就是一定有啥物意外的代志，未少人为我来伫店仔口，想要探听。有人就顺车夫的嘴尾讲：对啦，顶摆嘛有人来请先生，甲秘方传互伊，明讲先生咧240，还阁保证伫先生野外的时，袂介意小济趁食。对啦，240啦，还阁有天甲600人呢。先生嘛是毋肯，恁毋通乱讲。世间人总是甲毋知影的代志看做较奇异，毋捌的物件当做较珍贵。若接近的，就感觉无稀奇；容易得到的，就是下贱啦。哎呀，讲起来淡薄仔失礼对人无啥物计较啦，就是讲。你是暴利多卖的主义的人对人较轻快咧，就讲你设拜单咧等病人要讲做人去讲，做人哪有法度，互每一个人拢讲好话咧？所以对这个人，你就必须爱让一点江湖手法啦。明明是真平常的代志，偏偏就爱互伊较稀奇咧，莫互伊明白。明明是真普通的物件，偏偏爱互因较高贵咧，莫互因认捌。到迄个时阵因就敢若会当惊叹甲懊恼无其他的话通讲啦。你遮的话，我嘛敢若会当赞叹尔，但是事实终基本是事实。你的秘方灵验是啥物人拢毋敢否认的。不敢蛇虽然毋是逐尾有毒却是逐尾拢会咬人我所拄到的100个人内底真正互毒蛇咬着伤的不过是1/10啦。请问，伊伫100个病人
确实，互伊死10个人，敢有人敢讲你含慢？所以啊，人就认为我的秘方啊，真有灵验啊。你安尼讲嘛是有理，毋过哪有遐尼凊彩？西医的话也袂讲煞，边啊阁有人插嘴啊。迄一年去互歌厅掠去刑到安尼，险险啊无性命，伊都也毋肯传出来。甲他讲几句话，伊就肯传，真好笑呢。恁大家吼去做恁的工课啊！啊，微点遮是要创啥啦？来，迄个啊无，咱入来去啉一杯茶好啦。啊，哪会好意思去叫了哩？西医嘛感觉直接讲话无方便，就行起来向店内行去。茶泡好啊，请啉一杯。庄先生拿起椅条，拿客气请西医坐。了，毋正所在啊，坐啊无就位通坐。西医嘛讲套头话。建筑甲真清爽，哇，这间大厅嘛真黄日呢。茶啉落去啊，双方面拢感觉无啥物客气的话阁通讲，虽然甜甜。过一大久啊，迄个西医小看吞吞吐吐，讲：庄先生，敢讲你的变方无论如何，真正无想要传授予人呢？你嘛是内行人啊，我已经要死的人啊，绝对唔敢讲白贼的啦。希望你相信我实在是无啥物秘方啦。是啦，同款是内行的人，会当唔免客气。现主时已经无亲像较早的时代，你甲变方传出来，确实唔免烦恼利益去互人抢去。法律对发明者是有保护的规定，会使申请特许权。亲像606的发明者，伊是费了不少的心血甲金钱，虽然甲制作的方法传出世间，因为伊有专卖权，就无人敢模仿。安尼发明甲研究的苦心，就会当有所回报咯。你的变方同款会当申请专卖，你感觉安怎？我已经讲过啊。我到这个年纪，搁食嘛无几重啊！我讲的毋是白贼啦。这个所在啊，的毒蛇有几啊种，你也明白啦。互这种毒蛇咬着，会当有几点钟的性命，你也所知影啊。毒较强的蛇，大部分拢是阴毒，咬着伤的所在是袂有偌大的痛痛，毒全部灌入去腹内啊。有诶无偌久连气氛嘛认袂出来。安尼诶毒是上厉害诶听候发作起来已经是无偌久诶性命但是因为咬着诶时无啥物痛苦，大多数诶人拢看做无要紧听候毒发起来诶时阵才要找医生，也就袂付气有即个缘故到我诶手里大部分拢是去迄款毒无介厉害的蛇咬着伤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迄个用毒的蛇啦。这毒敢若是限定家己这个伤口尔啦。这虽然是加着水发作只不过是皮肉外伤尔啦。这个痛痛拢伫外口的这要医治这那就需要啥物秘方啦。安尼我明白毋过，你的医治真有仙风同款的灵验，莫怪世间人会安尼传说。这世间人本正就是敢若会晓喊话尔啦，明白事理的人真少凡说是因为你的变方伤过神秘的研究啦。我若无安尼，人就毋相信有啥物技巧若伤凊彩会互人失去信用这个时阵，有人来找庄先生讲话，西医就过时要走。
话讲了久啊，蛇先生也就无搁再留，就对石具内面摕出袂少真甲幼幼的青草啊，用乌仔叶包好势，送互西医，讲：咱弟弟专工来啊，这包会当早通去化验看卖啊咧，看我是毋是有咧甲你骗。迄个西医得到了蛇先生的秘制药草，想要利用近代科学化验伊的成分，实验伊的性状，来检定必要的效验，评估治疗上的价值。拄好一位朋友咧从事药物的研究，当咧烦恼无啥物材料通研究，所以就寄去互伊。时间咧过真紧，必要的研究还未明白。蛇先生已经毋是这个世间的人啊！知影伊的，毋但干那这100里路外，拢咧吐大开话可笑，怨叹迄失传的灵药，互蛇先生带去别个世界去了。有一寡年纪的人，犹个感慨万千，讲：唉，这自古以来啊，有一寡病患拢互病死失传。世间才会愈来愈歹，啊，亲像天婚嫁舞，迄毋是古早时代就有诶，比即摆无人机、飞行船加外利变的呢。可惜吼，嘛是互病死失传去啊啦。如今啊，这蛇先生嘛死啊，以后哦，啊，互蛇咬着的人，毋知啊要加死偌济咧。听讲即种避风避法，若是讲破就袂应验，敢是真诶？唉，要太知。拄好伫世间人毋甘对念蛇先生的时阵，迄个西医的朋友，也就是化验蛇先生必要的药物学者，寄到一张批互迄个西医。批内底有一段是安尼写的。这个药物研究的成绩，另外附论文一册，互你详细讨论。以后若要选择材料，希望你会当较慎重小看，因为即届的研究所费的物质上的损失会当卖算，但是白白浪费了1年10个月的光阴，是无度搁再得到的啊！即届的结果只敢若验出8道一种。剩的完全拢是无效力的成分啊！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蛇先生》是由赖和先生原作，赖家书编剧。剧中的人物蛇先生张志宏演出，林记者洪兆文演出，医生张家济演出，家长林瑞坤演出，农民阿姊人力车夫王团结演出，农夫医生的太太苏映如演出。村民店头家黄新地演出，相信家药物学者口碑赖家书演出。
拜。